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講鬼夜話，我係老司法。想象下香港呢個彈丸之地，邊緣地帶仲有啲古老客家村落，現代高樓大廈旁邊就係圍村老宅，保留晒清末民初嘅風格。特別係農曆7月，陰陽界線最薄嗰陣，呢啲地方最易出事。元朗屏山有一間當地人話係古屋暨百年老宅，呢間百年老宅建築係典型嘅客家圍村，口牆大門，但入邊藏住地下祭壇，專門搞啲唔見得光嘅儀式。以下講嘅故事係關於一個記者去百年老宅嘅經歷。喺未開始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，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。主角叫阿晴，係一名雜誌社記者，專寫都市怪談。佢聽講元朗屏山有一間百年老宅，所以佢就去老宅做資料搜集。阿晴去到元朗百年老宅，企響老宅門口。7月熱風吹嚟，夾雜住陣腐爛甜腥味，好似有啲嘢響暗角度爛緊咁。門邊掛住塊褪色牌匾，永安居，字跡斑駁，邊緣爬滿暗紅霉斑，望落去似乾血。就喺呢度啦，阿晴自言自語，手緊緊睇住相機。3日前，佢響網上 forum 見到一篇 post， 元朗古屋紅衣新娘夜夜掐架，活人入去必做冥婚祭品。配圖係張模糊老宅相，門前擺對繡花鞋，鞋尖對來，好似等緊人行入去。對唔信鬼神，但呢間古屋傳說太離奇。30年前，一個客家新娘響度搞冥婚，當晚慘死，屍骨唔見，從此夜晚全合住嘅架聲，入去嘅人全部失蹤。佢深呼吸一口，推開腐朽木門，門軸聲似老人喘氣，屋內陰冷空氣即刻纏上身，好似無數隻手摸住你皮膚。屋內充滿陳年香灰味，混埋一陣腐臭。阿晴打開手電筒，光柱劃開黑暗，照到客廳中間嘅八仙台台上擺對龍鳳燭，蠟油新鮮，好似剛燒過。阿晴皺眉，伸手摸蠟燭，指尖突然痛蠟油，竟然仲有溫熱，好似係啱啱有人點著一樣。頭頂傳嚟細碎聲，好似閣樓有人拖緊寵物咁。阿晴抬起頭，天花板縫隙慢慢滲出一滴暗紅液體，滴落佢額頭，腥臭係血。阿晴心跳加速，手電筒嘅光震住咁掃樓梯梯級上，擺住對繡花鞋，鞋頭向下，好似引路咁。有冇人啊？阿晴聲音響空蕩屋內回響，冇人應。閣樓門虛掩，縫隙透紅光。阿晴咬牙，一步一步上樓。木梯響腳下呻吟，推門一刻，佢血都凍咗。閣樓中間，張鋪滿紅鏽嘅分床，佢上坐住個着大紅嫁衣嘅女人。女人低頭，長髮披散，蓋頭遮面，雙手掂住膝頭，皮膚白到透明，指甲黑黑地。最恐怖，嫁衣下面冇腳。阿晴嚇到呼吸停咗，腳就好似生咗根，完全喐唔到。新娘慢慢抬起頭，蓋頭下傳怨嘆：你終於嚟啦！聲音就好似由地底傳出，帶有回音，聽到人毛骨悚然。阿晴想走，但身體唔聽使，一步步行近。嚟啦，幫我着嫁衣。新娘伸出枯手，指尖青黑，眼前突然模糊浮現幻象。30年前，呢間老宅，一個客家女被逼同死咗嘅富商冥婚。新婚夜，佢俾人夾硬活釘棺，埋向地下。怨念形成情蠱，全屋人全被怨靈纏上，做下一個新娘。唔好啊！阿晴搏命抵抗，轉身狂走落樓，但1樓大門唔知幾時變成磚牆，牆上全部都係血手印，最細嗰啲好似 BB 手掌。後面新娘腳步逼近，嗒嗒嗒嗒，冇腳嘅人點可以行路？阿晴絕望咁回頭，蓋頭披風下面係一具白骨。揾新娘，揾新娘。屋內響起詭異童謠，四面八方好似無數細路細細聲咁唱。阿晴視線被拉向衣櫃櫃門，慢慢開，裏面掛件好新嘅紅嫁衣，金線鳳凰眼閃光，着上佢你就係新娘。白骨聲響耳邊響，阿晴手唔聽話伸過去，觸碰一刻，寒意轉血管。鏡中床塊面爛緊，
皮膚下有野魚洞古蟲。原來呢個冥婚係獻祭，白骨新娘要活人軀殼先重返人間。阿晴意識模糊，最後見到自己着紅嫁衣行向婚床。1個月之後，雜誌社同事入屋揾人，屋內咩嘢都冇，只有閣樓婚床上擺住具着紅嫁衣嘅白骨，白骨手握住阿晴記者證，睇下靜靜躺對繡花鞋，鞋尖對外。呢次輪到邊個做新娘？元朗屏山圍村老宅多靈異傳聞，例如鬧鬼學校、達德學校舊址，成日都有自殺同怪事。客家冥婚習俗源自傳統喪葬7月鬼節禁忌嚴，例如紅衣厲鬼傳說、古屋式廢宅易傳紅衣新娘喊住嫁嘅聲音。你有冇類似嘅故事或者關於元朗嘅靈異經歷？歡迎向下面留言話我知。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下個星期六再見，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。